異地戀521日，佢話有個去國外進修2年嘅機會。我睇住個屏幕半個鐘，然後覆咗句好啊，我支持你。本來計劃明年佢返嚟嘅時候就結婚嘅，我唔敢問佢會唔會變心，更加唔敢講我唔想佢去。一直睇到個聊天記錄，睇到天光，眼睛都紅咗啦。唔知你又有冇試過凌晨3點仲翻緊記錄，一直翻到天光啊？你睇到嘅唔係阿嫲嘅情書，而係廣州新開一間圖書館嘅1樓失眠信箱。嗰刻我突然覺得呢度唔係一個展覽，係人生嘅劇本。你睇到嘅都唔係一張紙條，而係其他人嘅心事困惑同此時此刻喺度經歷緊嘅選擇。嗰個女仔可能而家仲喺某個角落等緊某一條信息。大家好，我係志華。當我繼續往上走嘅時候我發現呢座圖書館一共有3層。呢3層啱啱好代表3種完全唔同嘅人生狀態。1樓就俾你睇到你嘅人生，2樓就俾你睇到你嘅自己，3樓就俾你睇到你嘅初心。今日我帶你一層一層走一遍我哋嘅人生。1樓我統稱為人生嘅展覽廳。除咗嗰張異地戀之外，有人寫因為升房租嘅無奈，有人寫因為新工作嘅唔適應而迷茫，仲有人寫因為高考嘅壓力。每一張都獨一無二，都代表緊唔同嘅人生經歷同唔同嘅煩惱。旁邊嘅陶瓷展覽區創始人一句說話我好深刻，來自手心嘅溫度冇辦法複製。一個機器批量生產嘅杯，同一個人用隻手一點一點咁打磨出嚟嘅杯，摸上去溫度係完全唔一樣嘅。其實人都係一樣嘅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帶住自己冇辦法複製嘅經歷，所以1樓唔係一個展覽，佢有眾生相，係人生嘅展覽廳。往上走到2樓，呢度就係成人嘅主戰場。今日係星期日，基本上係全部滿人嘅。我諗如果1樓嗰個因為異地戀而喊到天光嘅女仔都可以過嚟坐一坐，佢個心態會唔會變得更加通透啲呢？因為呢一度你讀嘅書係別人一生嘅經驗，係一個人可能花咗30年甚至頭破血流先搞得明嘅道理，全部喺晒呢度。你坐喺度花3個鐘頭就可以全部領悟晒。呢度簡直係人生嘅家族戲。2樓除咗海量嘅知識藏書之外，同時每個自修嘅座位都配置咗叉電口。呢度除咗有專注學習嘅學生、工作嘅年輕人之外，仲有經常去揾書籍嘅婆婆。每個人都為咗自己嘅故事而努力。呢層樓最妙嘅地方係有一個叫文化會客廳嘅空間，入邊放住廣州大典。嗰啲廣州大典係100年以嚟城市嘅記憶。你坐喺呢一度翻開幾百年前嘅風雨，一抬頭窗外係2026年嘅繁華廣州。2樓嘅人都係為咗自己嘅生命而拼命加速，而呢套書喺呢個城市留俾自己嘅慢鏡頭，一塊一慢放喺同一層樓入邊。我諗呢種就係人生嘅節奏啦。走到3樓係兒童嘅閱讀區，呢度嘅設計風格同2樓完全唔一樣，係專為小朋友而設計嘅。從借書嘅設備，再到洗手間嘅洗手台、馬桶，全部都係小朋友尺寸嘅。咁意味着設計呢個空間嘅成年人真係願意踎喺度，喺小朋友嘅角度做規劃。呢3層樓其實係人生嘅一場賭聚。3樓係人生嘅起點，所有人都係一張白紙。2樓係修煉場，呢一度係為人生嘅添色同埋努力嘅。而1樓嗰啲深夜失眠、為情所困、為房租而發愁嘅壓力，就係承接你前2層所有嘅因果。呢一度無憂無慮嘅小朋友長大咗之後，會喺某一個深夜往1樓嘅信箱投入一張點樣嘅心情嘅紙條呢？答案就喺《資治通鑑》入邊。秦國丞相李斯就講過：見使者刺中暑，食不熱，近人犬，素驚恐之。
師入倉，見倉中鼠，食積穀，居大棚之下，不見人犬之憂。意思即係講啊，喺廁所入邊嘅老鼠呢，佢就食糞便，一有人同狗走近嘅時候呢，就驚惶失措逃竄噶啦。後來呢，李斯走到去糧倉嘅時候，睇見入邊嘅老鼠，佢會食入邊嘅囤積嘅穀物，住喺大屋嘅下邊，從來都唔驚人同狗嘅驚擾嘅。所以李斯感嘆：人有才冇才，出息高低就好似老鼠一樣，全憑睇自己身處喺咩環境，同埋企喺咩嘅位置。走完呢3層樓之後呢，一方面呢係欣賞個圖書館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領悟到3個嘅人生道理。第一，人生嘅差距呢，從來都唔係一次性拉開，而係每日咁樣一點一點拉開。今日你喺圖書館讀書，佢喺屋企玩手機，一日嘅差距睇唔出啲咩，但係時間係最公平嘅法官。10年之後，你哋係完全唔同嘅2個人生。第二，圈子唔係你嘅社交工具，而係你嘅人格過濾器。人呢就好似海綿一樣，你處喺乜嘢嘅圈子同環境呢，就會吸附乜嘢嘅思維同價值觀。選圈子呢，就係選你嘅未來。第三呢，讀書係呢個世界最暴利嘅投資，都係你唯一嘅認知加速器。書本上每一個文字都係作者用一生跌倒嘅經驗提煉出嚟嘅精華。你多讀一本書，就比其他人少走幾年嘅彎路。此時此刻呢，你又喺邊一層，同埋過緊點樣嘅階段嘅人生？歡迎留言區話俾我知。你嘅點讚同埋訂閱係我最大嘅動力。大家好，我係子華。如果你都厭倦咗嗰種走馬觀花嘅旅行，同埋旅遊點打卡嘅一個攻略嘅方式，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帶你哋一齊去用眼睛同埋書本去睇一睇呢個世界。我哋換個視角去睇更加多嘅唔同嘅地方。多謝晒，拜拜。